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也些节目俺要讲的是农业用水。台湾的供应量从现代去年10月的到今年2月的月供应量是68年来长期减少的。部分地区民生用水限到第3阶段限水哦，上摆第3阶段限水是13年前的。农业用水如是清显本人牺牲的。今年4月中，包括桃竹苗、台中同嘉南部分地区停管修建，面积有43000人公顷按发到。农业用水卡係全台灣用水量嘅7%，其中乾旱用水如降美633，其實一個比例同世界各國的平均比起來冇算高。同時，農業嘅功能唔單止係生產天然，也包括生活同生態。是鄉下嘅氣候、鹽嘅落架特色都係太多嘅。農業用水愛韓國有效率地來利用，唔該用嚟來做呢。節目一開始先帶大家去看下。停管期嘅農民用嚟想辦法，自家去潛水業，如係唔想去修建。韓國來討論，然後用嚟適當嘅減少農業用水。這堵起來，那水就會可以從那邊進去啊！你看，這水馬上就動了，你看。桃園是某個農民總用隊，老農民自家做嘅供水嘅表嘅打開來，附近嘅風險海嘅水就會停定水準流入到田橋渡空。參加世體組太天農嘅總用隊，不但講5、6、10個嘅田，也下邊都會配合停管修建，也去增施3個人，和自家想辦法去設奶油水好用。當太呢，你搞好來破管呢。那水源就係度解了解坑啊，嗬，冇就係太準啦，嗬。坑喺度就唔係就解水利費嘅，解水源呢條來，肯定是講嘅，靠了落水啦，冇就石流水啊，嗬。肯解度解坑，喺度就解作解博。做解博慳水，長度解博解腳起來，喺度全部靠一家呢做嘅路主線嘅條路設計嘅水路，喺度就會禮拜就會要做得事。有條件補助咩唔上拿，農民自家潛水業，將要垂跳繼續工作。是個沒有素材，係總用隊險線都講唔得，現陣到今都唔是少冇水好用。以後睇埋係個筆筒有黏嘅水，也風景安靜嘅3年比係啲苗栗縣3萬鄉嘅北埔村。係頭擺老祖公照定天然開嘅，頭3000水3行韓國總共係嘅水類嘅23號筆筒，係度到天旱，在天熱就含有23號筆筒嘅水好用。現在主張啊，別走體現，那建築去了，兩下也都是很多氣候上變化呀，倒水進入呀，對吧？咁變到啊呢，其實我頭個水就薄嘅啲呢，嚇按薄爛起來，個水柱按斷起來，一到順頭啊都全部係田，嚇，所以其實當初係用哪用一算哪公開。看那3年比也看到嘅老祖公嘅智慧，今年二水少，當道嘅蔬菜都欠水，23號筆筒，而且都含有足足嘅水。那目前沙其實完全唔可以話缺水問題，水含有多啊，嚇。從一個筆筒簡單記嚟講，因為佢水柱隊啊，也我偷到用河山咧嘅倒水進入嚇，實際引導啊筆筒度嚇，一筆筒嘅水含有一個功能，如果佢做啲調節，也嘅倒水進入許多用河山水庫嘅水。唔想修建嘅農民愛想辦法自家潛水業，是個未唔係當年都修建。
照水利署统计，2003年到2013年之间，21年当中，由2003、2004、2006、2010年有实施停管修建。不过，按呢嘅情况，恐怕会较多，唔会较少。全世界气候变化安态，天从会注意。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嘅研究员冯宗福放出台湾对1901年到2014年平均嘅雨量同温度嘅变化图，当显面呢看得出，对1950年暖化现象过后，温度升高加冻价，供应量没有动态嘅变化。所以从195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有60多年了，我们只看到我们这个温度还在持续的上升，可是我们的雨量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雨量跟温度是平行缓步上升，然后它的变化其实很温和。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都觉得它像坐云霄飞车，你一下子到高峰，然后很快的降到谷底，然后又回来，然后反复的这样子持续的变化。就让我们整个台湾的水资源运用现在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受到气候暖化嘅影响，台湾风调雨顺嘅日子越来越少，电到降水同淹水嘅数涨动态，头摆99涨100天旱。亚下今年内就做天旱。那更麻烦的一点是，像这样子的变化、反复变化的这种频率越来越高。过去我们台湾从一个大干旱到下一次大干旱，在以前大概要经过15年，后来我们发现它已经缩小了，变成10年。那最近这2次我们发现它已经都不到10年了。气候对大家嘅影响越来越大。以下无水，白里风讲起讲，水果成本农业的用，其实系倾斜牺牲脱农业用水。因为啲农民系弱势团体啦，吼，最后骗的人啦，吼，咱农民咪三等国民啦，吼，那冇人会重视咧农民啦。咱嚟讲，比如讲系讲有讲嘛个危害是这咯，有咪。那农民亏多了啊！汉地讲停管没水，没那农民亏多。每次都牺牲农民，这个是不公平的。比如说，每次缺水，我们30年来只会有一招叫做休耕。可是你休耕的话呢，把人家救命的水呢，把它调给工业，那一个农户一甲地收政府8万块，那就是他1季的收入。那我请问你8万块，我们这些农友他怎么有办法活得下去？另外就是说，整个的因为耕种的所有的产业都没有被补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另外就是说呢，那我们把这个水给了工业，他去制造赚了一堆的钱，请问这些钱有没有回馈到我们的农民的身上？并没有。台湾公开用水20年来平均测开1年112.2亿吨，其中用钱到位系河坝水。缺铁78.4%，国内系水库水缺铁9.6%，国内系巴烟同地下水。水库平均1年总送水量系37亿吨，71%系民生同工业用水，公开用水有10.8亿吨，缺铁咧29%。故所未有人质疑，停管修建有上个多几多的水呢？实际上，今年所宣布停灌休耕的这5个水利会，大概有43600多公顷哈。那实际上我们立即节省下来，在这个水库的水大概就有超过4亿吨。对台湾23年年用水总量平均测177.8亿吨来看，农业用水缺铁的70%。其中公开用水系63%，生活同工业用水分别系19%同9%。这样的一个农业灌溉用水所占的这个比例呢，其实相较于同样是属于亚洲地区种植水稻的国家，我们其实并没有偏高。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是属于这种枯风非常明显的地区哈，所以我们如果充分的过于抑制我们这个水田的灌溉的用水的话，那其实相对的会减少我们水田它其实还有所谓这个地下水补助涵养这样的一个功能。
一摆会停管修建，先前政府嘅解释系农业用水用太多嘅，按呢嘅讲法受到大家嘅议论。其实农业嘅功能唔但唱系生产作物天天，讲咩唔怕讲，无嘅系用水量超过嘅一种作物。对台湾用水结构来看，前度嘅专家都认为农业用水确实还做得上。不过，按用来做，看法又各个无相同。那今天政府应该要怎么做？我刚刚讲合理的用水是5成，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调出2成的水，但是在调出来的2成的水，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释出2成的农地。那农地释出，你就必须要跟都市计划结合，就把农业用地变成比较高价值的土地。第一个，这些农民就应该享有一部分土地增值的利润，但是一部分的利润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把这些钱拿来做什么？把我们的精致农业区，把它的基础建设做好。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么做，但是农地跑哪去了？农地它也没有释出，结果北台湾桃园以北几乎没有一块农田，然后它变成什么？变成铁皮屋，变成违章工厂。农业的用水适度的减少，这个方向规划我们同意，但不是所谓的释出所谓的农地啦。我举例来讲好了，农地有很多的生态环境文化的功能，水稻田产生的水稻产值1年可能350亿而已，可是水稻田的生态环境文化跟它的粮食安全的贡献1年有2000亿耶，所以其实那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农业总得强看产出1到2度1比，农地总得按用在高无限制嘅境内减少，不过用水量卡太嘅无计，确实咩唔是更多按到按法，有必要爱减少。不过有卡多长期以来嘅政策，要从嘅鼓励人去施田，故所施田嘅面积无减少，点都还卡多。因为我们的水稻田在保价收购的情形下，现在的耕作面积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政府的在去年年底的库存量高达80几万公吨，我1年才生产150万公吨，有80几万公吨库存在政府的部分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的水稻的生产数量就稍微偏多了。既然无会有按多，故所有人建议爱改施卡耐旱的品种，韩国推广其他卡唔适水嘅作物。推广卡唔适水嘅作物，未就生嚟多水。不过爱本地施田嘅农民来准做，并唔系田地就做为多。当地嘅学生认为，修建田管嘅做法对规个国家嘅生态环境唔好。水资源嘅调配应该要有涵盖长期嘅战略思考，认真肯定危机就要多来咧。台湾算是一个先天性比较幸运的地方，我们有很丰沛的降雨，我们还有还不错的这个水库，然后蓄水的设施，再加上地下水，所以台湾面对这个水资源的压力，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还好。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应付过去，可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大概从1980年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压力就开始出现了。只是我们还可以用地下水来弥补我们在地表水，不管是水库河川，我们用水的不足，那基本上都可以满足。那现在发现这个压力已经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也下唔好抢望，容易从太热，就会有水好用。对抗做田环，还有动动嘅问题，才会开始，真嘅系动难掉。